师妹你回到地玄宫之后，可以变成飞鸟，在天空中任意翱翔，是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触及的存在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我也不想明白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我只想跟苏沫哥哥在一起。一个蝼蚁，你不值得。他值得。是啊，你们不是同一个世界里的，这辈子就不可能在一起。那么今天就捏死这个蝼蚁，断了你的念头。不。小姐，是。你们要是敢动苏沫哥哥一根汗毛，我这就死给你们看。我这就死给你们看。师妹，你再动一下。苏沫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可以跟你们走，但前提是你不能杀这的任何一个人。是啊。你说过的，你会尊重我的意见。好，我到中州找你。好，就凭你，做等着幻想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踏进中州，这辈子都不可能跟师妹在一起。我能不能到达中州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？是我，是众长老，是地玄宫。你又怎样？地玄宫又怎样？我如今的修为，是你一辈子都到达不了的境界。地玄宫，你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。好，既然你如此自信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一生仰望。我只需要5年的时间，5年之后，我一定可以超过你。那时，我要向你挑战。看来你还没认清我们之间的差距，井底之蛙，真是可笑。那我接受你的挑战，随时恭候。对了，我的名字叫做上官浩。上司，我们还是赶紧带小姐回去复命吧，无需和这蝼蚁多费口舌。是啊。对不起，洛姐姐，连累你了。如今我们也算生死之交了吧？别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，人家压根没把我放在心上。我一定会成功的，5年之后一定要把西安带回来。既然如此，苏沫，我们也该出发了。好。苏沫，好一个苏沫，敢废我二丹田，真是罪该万死！家主，修复丹田的灵药找到了？没有，不过属下带来了一条更重要的消息。现在还有什么消息比灵药重要？苏沫将带着紫金阁阁主前往风灵岛。哦，那岂不是可以半路？不行，若是洛环跟着，恐怕有点麻烦。苏沫，这是天上有路而不走，地铺无门你自来投啊！家主，你的意思是，紫兰就在风灵岛，你现在就去告诉大小姐，一定要在风灵岛斩杀苏沫，而且要让他受尽折磨，痛苦至极而死，否则难解我的心头之恨。是。这里就是风灵岛。哦，好像比我想象中的大不少。风灵岛分内外门2个区域，外门从700号院落到1000号院落，全部无人居住，你可以自由选择。哎，那边为什么会有一些单独的建筑啊？啊，那里是外门10大弟子的住所，是资源地位和天赋实力的象征。不过，我相信你迟早有一天会住进去。哦，洛姐姐，我这里有个问题，其实我一直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你似乎从一开始就很看好我？你在临阳城会武生跨越2级，打败炼气9重的对手，别说是在临阳城，就放眼整个东周，都实属难得。强敌还有很多嘛，我还要继续努力。有这样的决心很好。3日后，会新弟子举办的清源试炼，
便是对你的第一个考验。没问题，我势在必得。苏沫，我在千灵学院内院等你。哟，还是有两下子的，不愧是用推荐信进来的弟子。做我的对手，还是比较可以的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李峰。虽然现在是杂役弟子，但终有一日，我李峰的名字会响彻整个天月国。此人资质确实不凡，仔细，但不同于那些家族子弟的高傲。你放心，这七灵学院我熟，以后跟着我混，一切由我罩着你。不用你罩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就由大哥我带你去领身份玉牌，顺便带你见见世面。哇，竟然达到3虎之力，3500斤，3500斤，足以击碎岩石了吧？这兽魂鼎竟还完好无损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是测试力量的兽魂鼎，由低到高，分别为虎啸、象鸣、龙吟，同种声音持续的时间越长，就越厉害。哦，现在本少爷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才。金石玄。2项之力，7000斤，比刚才那人多了足足1倍，这可比一般的炼器9重巅峰还要强上很多。新弟子中能有如此力量，恐怕屈指可数啊！怎么样，苏沫，敢不敢上来比比啊？有何不敢啊？真是好笑，两个废物竟然还比起来了。鬼宫灵泉。是天盟的南宫林觉和魏子兰，他们俩可都是不好惹的人物啊！怎么会来这儿？是啊，苏沫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呀！没想到你死缠烂打的追到风铃岛来了。你们认识？何止是认识，你不要太自作多情了。我这次过来只是为了修炼的。我不管你为了什么，你废了我哥哥丹田，你就应该明白此行对你而言有来无回。段师兄，苏沫毁了我哥哥的丹田，竟然还敢来这风铃岛，可千万不能让他活着回去了。一只蝼蚁，随便找个人就能把他弄死。南宫灵学，盟主，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，帮助紫兰将那蝼蚁灭杀在风铃岛。是。段师兄果然最好了，帮我出这口恶气。哦，看来你要好好感谢我呀。讨厌！光天化日就敢口出狂言，难道你们是忘了